心，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受教的灵。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自由的心，能够更多的来跟你同在，更多的来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请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大家一起来祷告。至圣的天父，主耶稣，感谢你，把我们受洗，成为你的信徒以后，你的恩典成为离开我们。我们在这里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你随时都在引导着我们。也求主你帮助，在这一次疫情当中，那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百姓，求主你加倍祝福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来，我们来攻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3节到第9节。第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第4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满费香膏呢？第5节，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第6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第7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8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要为我担当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第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5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你们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请林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爱耶稣的心。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在今天让我们仍然有存活的恩典，能够生命气息来自上帝。但是当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在一天荣美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我们想到过去很多人是流血流汗所建立的，那我们就正当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都是上帝特别选召我们给予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个题目，我们一起来思想爱耶稣的心。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救赎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所完成，父上帝要你完成这样的救恩的使命，你不惜牺牲你的生命，你是用宝血来拯救我们，宝血是生命，你将你的生命献上给我们，而今我们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才能够敬拜赞美你，才能够有份在服事你的荣耀圣工上面。主要恳求你将爱耶稣的心再次加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为自己，乃是为了让神你的国度得着荣耀而做。感谢你今天仍然让我们有存活生命的恩典，还有这样的气息能够歌唱赞美你。恳求你悦纳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一切，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爱耶稣吗？你我爱耶稣吗？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一个生命价值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就像保罗他所说的，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将万事看作什么？看作粪土，然后得着耶稣基督为他生命最大的一个宝贵一个宝藏。所以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内心，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爱耶稣？我们来到教会参与圣工，来到教会敬拜、礼拜，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来问自己：我们爱耶稣吗？成为一个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所跟随的不是人，而是耶稣基督。所以成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其实是在他的生命选择里面没有中立的状态，没有中立的，就是说你一定要选边站。圣经说，我们不能服侍马门，又服侍上帝，没有办法服侍金钱，没有办法服侍世界的东西，但是你同时又要爱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紧抓两个。所以我们每一天不是要更爱神，不然就是对神越来越冷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来牧养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跟神的话语脱离的时候，我们生命是空的。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在跟随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不知道跟随他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有方向。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很多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作为、他的生命价值观，所以我们可以因为被神的话语来充满、来牧养，所以我们有一个指标能够往那个标杆来迈进。所以我们再一次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爱耶稣？我们是还在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不是还在爱只爱自己而已呢？还是我们真的爱耶稣？我们看到在受难记这部影片在很多年前很轰动。其实再有一幕让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就是当耶稣他要走向那个受定的道路的时候，他背着十字架，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有一个妇女拿着毛巾帮他擦泪水、擦眼泪。这个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举动。他不是在看耶稣被受苦的，只是用观看的角度，他可以感觉到耶稣在那个路途里面，他需要什么。所以你看到途中有这样的一个妇女，他看到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的时候，他抱着他，牵着他，扶着他，甚至可能在问他你的需要。可能他没有问，他就直接知道拿毛巾来帮耶稣基督擦拭他的泪水、他的汗水。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同时也出现在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还有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但是有些微的不一样，有一些的不一样。那在约翰福音12章这一段的记载，有提到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这一位女人到底是什么名字？在约翰福音有说她叫玛利亚。他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针，拿打香膏，然后去抹耶稣的脚，又用他的头发去擦拭。这一段经文把这样的这个妇女的这个爱耶稣的举动表达得很仔细。他说他用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你知道脚是人最肮脏的地方，然后他用他最尊贵的头发，是女人一个荣耀尊贵的象征，用他最
发去擦耶稣的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爱耶稣的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女人在今天的经文，耶稣称赞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到底是美在哪里？为什么可以让耶稣称赞美事？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好的事情，但唯独这位女人，她所做让耶稣称赞。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对美好的事情的评断标准都不一样，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可能有人认为，他有好的学校可以读，他有好的才能，他很有财富，什么他都有，人生很顺遂，他好像很开心、很快乐，好像没什么烦恼，好像也做了很多好事，也帮助同学，也很会乐善好施，也很体贴、善解人意，很会分享，很有爱心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位妇女她所做的，让耶稣称赞她是美事。所以我们先来看圣经的生命价值观，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一个真理跟世间所能理解的是相反的。为什么是顾念？不是顾念所见的，反正那个可以看见的，其实不是我们最要去关心的。我们要关心的、要去顾念的，却是那看不见的。那所可以看见的，它是暂时的；看不见的，它是永远的。圣经有话告诉我们：世界草木有一天它都会枯萎，都会不见，世间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消失，但是唯独神的话，唯独神的话，神的爱会永远存在。所以这段经文它指出，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不要去追，不要被那样子的利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被利益给迷惑，被眼前的美好说怎么样，我们去选择，我们看为重要，看为至宝，但是那是眼见的。那今天如果要问你，你觉得你想要留什么样的东西给后代？如果假设今天神对我们说，再过几天我要把你的生命取走了，那我们都会为我们的世界的一切家庭、孩子各方面做一些预备。那你觉得你会想要留什么给后代呢？我们来看过去的宣教师他们的奉献，让今天能够成为泸州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知道泸州教会是马偕博士在147年前用他的血汗所建立的，在初期也是前面蛮几间的教会所设立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偕博士他的奉献的脚踪。所以每当我们来到教会，每当我们想起我们是泸州教会的一份子，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觉得很光荣、很骄傲，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宝贵的宣教的资产，让我们能够追忆，能够观看，能够学习，能够效仿，能够跟随。那我们看到马偕博士他的奉献脚踪是无私的，是博爱的，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假设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先充满他没有被圣灵来更新他的生命，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无私跟博爱，因为人还是都为自己。最想的第一点，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家庭的需要，自己孩子的需要，自己。但是我们看到马偕博士当初他来到台湾一个未文明、未开发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特别来到我们泸州，我想在100多年前，泸州也是一个非常比较荒凉的地方，但是他选定在这个地方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样的一个爱心，假设没有耶稣基督先充满他，先成为他的至宝，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那他又愿意娶台湾的女子，
来成为他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路来，他这样的满满的爱，真的是要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从启示录14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段经文讲到，人为上帝所做的工，并不会因为死亡来消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为神所做的，不管大大小小，不管看得见看不见，幕前幕后，神他都记念。这些的工并不会因为假设有一天你来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而来消失，不会。人为上帝所做的工，他都会被上帝所纪念。所以我们看到马偕博士，他留下了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要冷淡了，要冷却了，但是再次想到马偕博士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脚中、牺牲的脚中，我们其实就要再站立起来。就像今天马可福音14章9节所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竟能让耶稣如此的说，这女人所做的要被纪念。原因是这样子。有一天，耶稣他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客的时候，那有一个女人，她就拿着一个玉瓶，里面装着非常珍贵的拿达香膏，然后这个女人就把这个玉瓶打破，然后把里面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看到，根据学者的一个估计，这个拿达香膏的价值大概是当时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所以可见这个拿达香膏是非常珍贵的，非常宝贵的。那当这个女人有这样的举动，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在场的人他是什么反应呢？马太福音说，这个在场的人是耶稣的学生，在场人的反应是生气，认为这是一种浪费。然后在台语的经文是说，引众不关，不愿，不甘愿，所以生气啦，认为是种浪费，不甘愿，这样的心纠结在这个在场者看到这个妇女为耶稣所做的，在他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当时的一个情绪反应里面。在第4节到5节这样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有几个人在场的他们心中真的是很不高兴。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说，第6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人认为浪费没有价值的事，耶稣却认为这个女人坐在他身上是一件美事。台语的版本可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说一些宽胆望。耶稣说他所做的这个举动是宽胆款待主。我们知道，如果有时候我们去人家家里做客，主人对我们有盛情款待的时候，很热情的招呼我们，预备了一些让我们能够享受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背上的荣耀、被尊荣的，我们被好喝宽待，我们被好好款待。所以主在这件事情上面，觉得他对这个女人有了好的款待。所以那为什么耶稣他会认为这女人所做的是喝宽待意，而且又是件美事呢？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尽他所能够的，是完全的一个作为。然后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原来这段记事，它是发生在耶稣要受难之前。那对犹太人来说，埋葬之前，
最重要的是，就是要用香膏抹在那个死人的身体上面。所以这个妇女，她知道耶稣不久之后就要受难，就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她提前用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表示她爱耶稣。以下3点跟我们分享。第一，她这个举动，她对主是毫无保留，一种完全的奉献。我们如果还记得，在圣经也有记载，有一个寡妇，她到了圣殿奉献2个铜板，这个举动也被耶稣怎么样？被耶稣赞美。那2个铜板是她养生的，她所要养生的，但是她把她的全部完全奉献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一种毫无保留，是一种完全的奉献。第二，你看到这一个女人，她体贴耶稣，知道耶稣的需要。这个体贴是一个很美的、很有意境的一个话哦。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他很体贴，有时候你被体贴到，你会觉得很温暖，你会觉得有人知道你的需要，有人懂你。有时候你不用讲很多，不用描述，不用解释太多。有时候你讲1，对方他就知道2、3、4，他会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她体贴耶稣，她知道耶稣的需要，然后她明白耶稣的心，明白耶稣的心。所以在当下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像那几个人所说的把这个香膏拿去卖钱卖个银子就可以去帮助穷人。耶稣反而是说，他的优先次序是对的，因为他知道我要受难，他先坐在我身上。因为穷人常常跟你们在一起，他不习得我在送用来跟这会，但是我跟你在耶稣，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日不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妇女的作为来看，在我们的服事的过程，我们来问自己：我们真的知道人，知道团体，知道团契的需要？有时候我们是用自己所认为别人的需要来服事他，或者我们是真正知道，然后郑重核心的去知道教会团体的需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谈到同理心了。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就是试穿别人的鞋子，你知道别人的脚有多大，然后你知道别人的痛有多痛。有一句话叫做怜悯心。这个怜悯心，我想是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生命被耶稣充满之后，你很容易产生的一个情感就是怜悯。怜悯就是别人的痛，你知道。过去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印度教授，他解释了怜悯这个字，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的让人能够感同身受。他说，怜悯就是当一件苦难发生，或是也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痛会震动到你的心，会震动到你的心，以至于你可以同感到。譬如说，我们知道1999年9月21号那天发生台湾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地震，921地震。如果在场的人我们经历过，当讲到921，你的心马上就怎么样？很痛，因为你被震到了。或许有些人的家破人亡，你的房子倒，家人生离死别，你经验到了。所以当你再次看到有时候媒体在报道有些国家发生很严重的地震灾害的时候，你的心很痛，因为你知道你怎么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怜悯，是当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苦，别人的痛。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女人她的所作，她受到了耶稣的称赞，因为她怎么样？她体贴，她知道，她明白主的心，她是坐在一个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就是说，在一个很需要你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上帝会很微妙的会呼召我们，他会挺身而出，在一个很需要的时刻，他会出来服侍。当然，有时候服侍我们必须按照次序，在教会里面有我们的职分，有被分配到的，有这些的次序伦理在服侍。是在这个当中，有时候就是要坐在一个关键时刻，不是被职分绑住，不是被你所被安排的绑住，只有只能够这样做而已，而是在那个氛围里面，有时候你是必须超出你所要做的，你要多走1里路的时候，你就必须那时候就必须有耶稣基督的心在你的身上，你多走1里路了，你坐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2派说法，一派怎么样？高模组，一派是觉得他必须要把那个香膏拿去卖，然后把卖来的钱去周济穷人，2样都对，都应该，都必须做，但差别在哪里？高模组这个作为，他是为了主的喜悦而做，为了讨主的喜悦。然后周济穷人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做，所以这2者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在我们的工作需要上面，在我们的职分，在我们的服事的这个岗位上面，我们需要做，但我们所做的一切，为了讨主的喜悦，为了主的喜悦，我们尽心尽力去做。那在教会有各样的事工跟侍奉，圣工侍奉。那当我们每个人都用坐在主身上，用坐在主身上这样的心思眼光在做的时候，我想那个效益是非常好，非常美好。那主也会看为是一件好事。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爱耶稣，就是会在教会事工看到自己的责任，看到自己的责任，会以爱耶稣的心来参与每一件事情。那所以透过今天马可福音这段的经文，有表达出3大重要的信仰态度。第一，就是我们用爱耶稣的心、体贴耶稣的心来服务人，来服侍圣工。第二，我们要有优先次序。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个经文讲到，当我们先把上帝的事摆在第一位，主他就会顾念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把上帝让他居首位，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里面，主他就会顾念我们的需要。第三，我们看到这个妇女，这个女人她所做的，她实在是用心把握这个机会，将她最好的献给主。有时候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必须把握机会，两条必有机会，因为机会一溜走就不会再回来。所以我们用心把握那个机会，在那个关键的，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德蕾莎修女她说过一句话，她说：“爱是给出自己所爱的，所看为珍贵的。”所以这个妇女，她这个最珍贵的这个拿香膏献上给耶稣基督。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在美国有一个寡妇，一个守寡的妈妈，一个母亲，她有3个儿子。那她的长子，第一个儿子奉献给神用，就是当宣教师，然后到非洲去传教。但是不幸，在那个地方被非洲人把他杀死了，他殉道了。那第一个儿子死了，这个妈妈她就跪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的儿子今天值得为你来牺牲。”
但连续他的第二个儿子跟第3个儿子也都当宣教师，陆续也都到非洲去传教，后来也在那个地方殉道过世了。那这时候有这个妈妈的朋友就问他：你将你3个儿子都奉献给主，今天他们都过世了，你会后悔吗？那这个妈妈，这个寡妇，她就回答说：我很后悔，我没有第4个孩子再奉献给主。我想生命失去不再回头，不会再拥有，孩子失去也不会再有。这是一个对这个母亲来讲是一个很艰难痛苦的失落。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寡妇妈妈，她的信心，她没有怨对上帝，没有埋怨，她反而是说：我很后悔，我没有第4个儿子奉献给主。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我再有第4个，我依然把它奉献给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在我们的生命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你的哪把香油？什么是你的香膏？就是你所看重的，你所珍贵的，你所爱的。或许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能，你的个性，你的思想，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理想等等，都是我们看为很宝贵。那今天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心放对地方，把爱给予需要。当你把心放对地方的时候，所做的就会对。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今天你选择来到了教会，你的财宝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的心在这个地方，你看重来跟上帝见面，看重来这个地方来奉献你的时间跟生命。其实我们不要小看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服事，我又没有什么才能，我只是来做礼拜。好像那些来服事的人，他们就比较有才华，比较有才能。其实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今天当你来做礼拜，你就是在服事上帝。好，你住在那个地方，你就是在服事上帝，用你的生命，用你生命最深刻的那个部分，你在服事神。那在礼拜当中，我们需要有人一起唱歌，会众唱诗，你也在彼此服事，透过那很有力量、很浑厚的、很有精神的唱诗，在彼此鼓励。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那么你愿意完全奉献给主吗？有一句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语：我有的和没有的，都要献上给主。神要我们的全部，不是只要好的那部分，连我缺少的那一块，神全部都要。今天我们奉献给主的，不是只有看得见的你有的，或者是你只认为你有的那部分，其实你还有你没有的，你看不到的，或许上帝都看到了。或许你也觉得你有缺少什么，但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刚强一并都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悦纳我们。那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先为着今天神在你的生命中放了什么，你所看为珍贵的，什么是你所爱的，你还没有拿出来给上帝的，或者你已经拿出来了，或者是你还看不到，你的生命里面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可以贡献给上帝，可以奉献给上帝，或者是你觉得说你
好想爱耶稣，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爱他，或者是你觉得上帝你爱我，我也好爱你哦，可是我不知道，我也很想服侍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踏进这个服侍的这个位置，这个脚步。或者是你觉得说，主啊，是的，我信你久久，我成为基督徒很久了，可是我依然感受不到你，我还是抓不到你的爱，看不见，感受不到，都没有关系。今天神要把这一切让你，只要你愿意开口在神的面前，神会帮助你。我们今天就求神把我们心中跟神的那个拦阻拿掉，就好比我们都戴着口罩，好像隔了一个距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或许好像戴着口罩，我们跟神有一个隔离，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艰巨在我们当中。我们求神挪走这一切，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信息，让我们来学习这位女人，她对主完全的爱，而且她敢于表达。这是第一件。第二，我们为了这时候的疫情，在全球的疫情来祷告，我们为着受苦的国家、受苦的百姓来祷告。我们恳求神，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期，神要透过这样的疫情来教导我们什么？我们知道神掌权在每一件事情，而这个疫情也只有上帝知道它最后的结果。或许上帝透过这个疫情在教导我们，教导教会，教导基督徒，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有限、是软弱的。就算集人类、集教会全体的力量，如果上帝没有开路，人也没有路可以走，人的聪明才智也没有办法来防备这些的病毒。此时，我们为着这个疫情这样的扩散、这样的严重严峻，我们来祷告。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就好比这个最珍贵的这个女人所献上的，或许我们所能献上的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将这样的祷告来表明，我们确信上帝是掌管的主。我们同声开口，来为着自己，来为着疫情来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恳求你再一次让我们在这里生命里面来看见神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让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在你的面前，让我再次将我们最珍贵的帮助来献给主啊，在你面前没有说不完的，主啊，为着疫情的祷告，为着那些受苦的国家，主啊，帮助我们，就是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在你的面前。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非常多的宝贵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我们已经找到，或许我们还没有找到。主啊，此时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爱我们是爱到底。那这时候我们也来省察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否也愿意将我们生命中所珍贵的拿出来奉献给你？主，恳求你帮助我们，你已经将你最珍贵的生命，你的宝血献上给我们了。今天我们能献的是什么？主，你不要求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单单用爱主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来渴慕你，来敬畏你。主，你喜悦我们这样的生命，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耶稣的心。我们有这样的心，也有这样的行为，愿意在我们的言行、生活、信仰里面能够融合在一起。此时我们为着疫情的严峻来祷告，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看见这个疫情，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上帝你掌权在每一件事上，我们人所不能的，在神你能。恳求上帝，你为我们全人类来开路，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开一条我们人类或许必须回归到你面前来敬畏你的路。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软弱微小，
以至于我们人要回转归向神来敬拜。主，恳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更新炼净他们的心，愿意再次活出神在他们生命中像耶稣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思思意念，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愿我一生，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心愿。这时我们来唱回应诗，回应诗深深爱你，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唱全首。
们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金句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第9节。我们念一次。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好，马可福音14章第9节。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吗？好，我们来报告。我们这里有我们小会这边的公告，因应肺炎疫情转趋严峻，为此在礼拜并保守会有健康4月份主日礼拜及周间聚会做如下规范及调整：第一，周间聚会暂停；第二，会减低会有群聚；主日礼拜全部改成联合礼拜；第三，主日礼拜同步网络直播，并鼓励会友在家收看直播同心敬拜。请扫描右侧 QR code 或加入教会LINE群组，或脸书搜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教会。第四，礼拜事工调整，增加防疫组2人，请黄荣珍长老协调同心团契服事。敬拜赞美时间缩短为6至8分钟。2首诗歌免请安歌，圣歌队献诗暂停，原诗献同工暂停，改由诗会及招待人员服事。第五，有关奉献在家中收看直播同步礼拜的会友，可利用周间将奉献送交办公室，在牧师及干事上班办公时间，托干事帮忙处理。圣歌队从3月28号到4月26号止暂停周六练唱及主日献诗。圣歌队暂停期间由林牧师安排主日献诗服事人员。团契聚会4月份暂停，同心团契、中年团契读经班、少年团契如上午，青年团契周六晚上聚会照旧不变。不知道国成牧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请国成牧师来补充。播放右边有一个那个 QR code， 你现在就可以，待会礼拜结束你可以扫描一下，然后就会有一个连结。那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开启小铃铛订阅，现在就可以，待会就可以试试看了。那联合礼拜就是国台语、华语都会说成一堂，那要在9点开始。他说9点开始礼拜，9点开始直播。那除非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收看再来教会，那我们在下主日就会把人数控制在尽量在30人左右，包括服侍的人，那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要参加受难日的，登记参加受难日礼拜的，我们有2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你在家收看直播，一个是来到教会。那你要在家收看直播的，下礼拜之后会通知你来拿圣餐包。那如果你想加入教会的LINE的群组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公告区的群组，待会请帮你姐妹服侍一下，有没有人有需要的？还是要使用这个等一下这个 QR code 的那以上，那复活节也请大家预备心。虽然这个疫情的影响，那我们这时候也安静思考在神的面前，这个病毒，这正常的疫情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那我们需要警醒什么？愿主帮助大家在这个疫情能够安然度过。好，谢谢国珍牧师对我们做的勉励跟补充。
接下来我们来唱圣诗第395首，请会众起立。吟诗完，我们请林宜谦牧师为我们祝祷。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